而且佢哋嘅離開，仲涉及你哋嘅長官，對 ASIP 嚟講係好大嘅打擊。不做，下頭佢。我知道大家都好傷心，但係悼念兩個兄弟嘅同時，我希望你哋可以化悲憤為力量，緝拿兇徒歸案，唔好令到你哋嘅同僚白白咁犧牲。明唔明白？有。Yes, 是的。 okay. 全靠你敏鋭嘅洞察力，發現到郭亞飛有問題，暗中調查，及早向我匯報，避免到更多兄弟嘅 This 傷。 one. 你嘅表現，我會向上級好好地表現。ROBLOX。呢度就交俾你。好姐，你會同我一樣，唔信阿頭會對唔自己兄弟。信後咗安排，公事公辦。正係檢驗司徒文，據報私家車車主係重案組總督察郭亞飛。調查期間，郭亞飛企圖逃走，追捕過程中，再有一名警員被斷網中槍，經搶救後不治。據報是不是電視啊？我睇住話飛消息啊！我都想知道邊個屈打。